讲到这征战计划甲特别预算等财政议题是继续伫咧冤，国民党立委詹明忠就批评蔡政府，讲这特别预算还未记这一条至到一条五，后一个会期会提案改汰掉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曾瑞雄就驳回讲，有人质疑这政府藏伫咧特别预算内面是故意去误解的，逐条预算拢有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，毋是讲要汰就当汰掉的。伫这份各界拢伫咧讨论前瞻计划甲特别预算等财政议题，总统蔡英文几工前才否认国民党批评其坐留互子孙。国民党立委崔捷搁再批评蔡政府，这个特别预算常态化是替政府鼓势找借口，而且前瞻计划只若是拄到民进党这边的管制，就拢转做绿灯。为什么看到了民进党就开绿灯？相关建设经费应不应该给？应该给，但你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？那为什么现在碰到选举到了以后，就用其他的方式啊，然后地沟到菜刀说我们有潜藏的预算？好，那请问一下，潜藏的预算在什么地方？请国民党党团讲清楚。国民党立委詹明忠讲，特别预算也未估计一条2到一条5，后一个会期会提案三读。也有要求财政部长曾水云要讲清楚相关议题，不排除要邀请伊来做辩论。1兆2到1兆5的相关的举债余额，他不想借，也不承认。我们下会期国民党党会提案，把这个举债额度删掉。这种讲法是好像把立法院当成一个竞技场，讲得很有创意啊。讲这种说把预算通过了，要把它重新要把它做删除，你怎么来删除？因为民进党主席郭文铁是批评政府将特别预算常态化是做假笑，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认为相关指控关系到台湾伫咧国际上的信誉，要求假讲的人就要提出明确的证据，若是提不出证据就应该道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